香港醫院管理局將全港劃分為7個醫院聯網，其中新界西醫院聯網轄下5間醫院包括屯門醫院、博愛醫院、天水圍醫院、青山醫院及小欖醫院。當中以屯門醫院係規模最大嘅全科醫院，除咗係創傷中心之外，涵蓋嘅專科數目亦最多，有腦科、外科、骨科、兒科、婦產科、深切治療科等等。而屯門醫院中央護理部則負責統籌新界西醫院聯網每間醫院專屬嘅護理部，監控不同臨床部門嘅護理質量，制定護理政策，並為員工安排持續嘅專業培訓。喺護士嘅專業領域，我哋強調3大核心價值：同理心、熱情同質量。呢啲價值觀唔單止幫助我哋達成照顧病人嘅目標，亦為不同崗位嘅同事提供優質嘅工作環境。護士嘅晉升階梯由登記護士同註冊護士出發，當中隨住年資同經驗嘅提升，除咗可以晉升為資深護師同各專科嘅顧問護師之外，亦可以逐步晉升為部門運作經理同護理總經理等。兼顧在職培訓同加強同事嘅安全意識，我哋持續咁舉辦咗唔同類型嘅分享會，既可以促進經驗交流，又可以鞏固安全文化。我哋仲舉辦咗不同主題嘅論壇，統籌專科護士各種培訓課程。呢啲培訓旨在提升護士嘅專業臨床技能同知識。喺護士學校，我哋開辦3年半嘅全日制護理學專業文憑課程，致力培訓新一代註冊護士。我哋提供咗各種設備同學習空間，確保學員獲得全面嘅教育同實踐機會。另外，我哋自2008年成立咗器官捐贈聯絡服務，關懷離世者嘅家屬，提供器官捐贈嘅選擇，喺社區同醫院之間推廣活動，例如把愛遺留人間，以及積極推廣器官捐贈計劃。呢啲活動旨在提高醫護人員及公眾對器官捐贈嘅認識，希望能夠創造一個更健康、更有愛嘅社區。我哋亦為新加入嘅護士設立不同嘅活動，當中包括迎新會，旨在幫助新加入嘅護士快速融入工作環境，了解機構文化及工作流程。我哋嘅培育計劃將資深護師與新手配對，提供實踐指導同情感支持，確保新護士喺職業初期獲得穩固嘅基礎。職業諮詢輔導則幫助護士設計職業發展路徑，提供個人化嘅建議同機會，令每位護士都可以喺自己嘅職業生涯中實現潛能。安全咖啡館係一個輕鬆嘅分享平台，分享護士日常工作嘅事故經驗，提升對病人嘅護理安全意識同能力。我哋向資深護師、副顧問護師提供分享平台，加強資深護士專業技能、督導同領導能力，為不同專科資深護師、副顧問護師提供機會、經驗分享同討論，增強病人同員工安全文化意識。我哋將呢啲不同嘅元素集合埋一齊，為護士嘅專業成長提供咗支持。護士專科服務致力改善患者健康，提供全方位嘅支持。我哋團隊以聯網模式提供24小時全天候急症中風服務。病人不受地域同時間限制接受靜脈溶栓及動脈取栓術服務治療。
務求提升中風病人復原嘅機會，同時提供中風後急性期住院嘅一站式康復綜合治療及出院後支援小組，令中風康復者獲得持續治療配對同跟進。喺腦神經外科領域，腦外科專科護士會運用高端監察技術，提升病人手術安全及成效，以及減低腦血管病發後發生併發症嘅風險。社康護理服務及社區老人評估服務係醫管局轄下外展服務嘅醫療隊伍，主要為家居或院舍病患者提供護理及治療。賽馬會智慧老人科日間醫院計劃引入咗互動嘅 VR 平板遊戲進行遙距訓練，俾老人科患者喺舒適嘅家居環境中進行復康訓練，增強康復。心臟專科護理團隊則全年無休，為緊急冠狀動脈手術患者提供安全、優質、高效嘅護理。此外，青山醫院及小欖醫院致力於為新界西醫院聯網提供全面嘅精神科服務。我哋嘅精神科諮詢會診服務團隊為懷疑有精神情緒健康問題嘅病人作評估及提供適當嘅治療同轉介，並通過院內復康活動同出院後社區探訪嘅個人化護理去促進康復。我哋嘅護士診所以綜合模式運作，例如慢阻肺病護士診所門診嘅護士團隊專注於各種疾病嘅監控，提供一條龍服務，有效降低患者入院率。喺普通科門診方面，主要服務新界西市民，提供偶發性疾病同慢性疾病嘅醫療諮詢及多專科服務。護士喺醫療團隊中發揮咗重要嘅角色，以協助患者及其家人喺醫療過程中控制病情及加強治理嘅能力。新界西醫院聯網一直以嚟人才輩出，孕育咗一批傑出嘅醫療專才，其中唔少員工同團隊獲得醫院管理局嘅嘉許，彰顯佢哋喺各自範疇嘅卓越表現。此外，我哋推行嘅廣東護士交流計劃，亦係一項備受讚譽嘅優質計劃，俾粵港護士互相交流，增進大灣區護士專業水平。新界西各醫院亦致力配合總部發展智慧醫院項目，而天水圍醫院更加係醫管局首3間智慧醫院試點之一。至今已推行或正研發超過130個智慧醫院項目，從電子病歷系統到遠程醫療服務，呢啲技術不僅提升咗醫療效率，亦改善咗患者嘅就醫體驗。新界西醫院聯網正喺度積極推行中西醫協作計劃。我哋能夠為病患設計更個性化嘅治療方案，同時促進咗醫療專業人員之間嘅交流同合作。屯門醫院為咗配合醫管局粵港專科護理發展交流計劃，已建立咗良好嘅大灣區專科護理交流網絡，從而進一步深化及鞏固高質量嘅護理知識同技術，使國家人民能夠接受更優質嘅護理服務，發揮互惠互利嘅優勢。新界西推動護理專業服務發展方面係精益求精嘅。喺呢幾年，新界西大力發展護士診所，亦都開設咗顧問護師呢個職位，讓護士喺公營醫療方面擔任重要嘅角色。除咗基本嘅護理技巧之外，護士係以最新嘅研究發展、臨床嘅專業知識，再加上病人嘅需要嚟提供更佳嘅護理服務。我睇到咧，每一個同事咧都係有愛心嘅，佢係盡心盡力咧去照顧病人，佢哋好有熱誠，即係令到專科發展咧越嚟越理想。科技日新月異，但係我哋護理嘅初心係唔會變嘅。我哋會利用實證護理，配合智慧醫院嘅發展，對病人、對同事、對專業作出貢獻。